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表示，挂嘴暗、勤洗手、减少无必要的外出，是面对这波疫情上好的方法。不过，党团副书记长李定国最近却接到不少的民众陈情，表示一寡店家或者是无人管理的停车场，有民众无挂嘴暗，甚至去食薰。对此要求市府加强稽查。其实我们最近服务处其实也接到很多的反映的一些声音。服务处其实我们地管的，包括像我背后的这个停车场，那个本身就是好几个住户都把影片剪接，甚至传相片给我，包括里面可能就是很多人是躲在我们这个比较偏僻的角落，在里面抽香烟，也是都没戴口罩，甚至晚上的话，可能深更半夜还在这边，车子还是属于没有熄火状况，其实影响到附近很多店家的他们的休息时间。包括我早上其实也在好多的沿线也是呼出检举的，很多的商家可能做泡沫红茶的、做饮料的、做便当的，他们口罩都没有戴好戴满，所以说导致现在许多的检举案件不断的可能到1999，可能到每个议员的服务处。包括这边，其实我后面也看到，我们市政府也为了这次疫情，也特地成立一个联合的疫情的专案小组，但是我怀疑他们的能量够不够？这么多的检举案件，他们既然很多的检举案件到他那边可能摆了1个月、半个月，都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，这么大的量，他们瞬间接收。我也在呼吁我们市府的团队，你可能要再进行一些新的什么临时的任务编组。我们这个可能很多的检举达人，包括是检举交通的、检举环保的，现在可能都转向，因为顾及自己的安全，他们可能需要检举未戴口罩，或是店家未戴口罩，这方面的案件突然升高，政府你有没有办法去承受？党团表示，市府成立联合疫情的稽查小组，目的是希望尽全力来防堵疫情的扩散。如果民众陈情或者是投诉，市府无伫第一时间来处理，到底出伫什么问题？该当人力不足，就应该补人，避免沦为防疫的破口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